我妈说了啊，彩礼88万。那你咋看？我一直都是听我妈的呀，我是乖乖女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妈让你早点回家，你咋不听你妈的？你妈不让你上酒吧，你咋不听你妈的？你妈让你上清华北大，你怎么不听你妈的？你妈不让你出去，晚上你怎么天天出去啊？你妈让你要钱，你倒听你妈的了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天天喊着独立女性，独立女性，这一结婚又不独立了，现在又听你家里的了。那结婚要彩礼，这不是传统吗？你是传统女人吗？你要传统的话，由始至终你都传统。你在别人这不传统，到我这就传统起来了。那别人结婚都给彩礼，为什么到我这就不行？那别人没有的，到你那有的，你怎么不说呢？那我有啥别人没有的？我，反正我不管，别人给的你都得给。别人勤俭持家，你勤俭持家了吗？你要能勤俭持家，我也给。我那些闺蜜结婚，她们老公都给这么多。那嫁她老公去啊！如果你比你闺蜜强，当初她老公为啥不娶你啊？你要想过有钱人的生活，你去找个有钱人，还不是你遇见的有钱人他不要你才来找我的？那能怨我吗？你要有本事，你嫁个有钱人。無謂要你惹上各種問